澳門江門同鄉會16日下午3時在永利皇宮宴會廳舉行第6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及江澳新春交流會，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等嘉賓到賀。江門市委書記、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、主任陳岸明致賀詞表示，江門深入落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，全方位拓展江澳合作，助力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。寄語同鄉會繼續當好一國兩制方針的踐行者，為澳門長期繁榮穩定、家鄉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。江門同鄉會會長陳少清表示，國家正穩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江門同鄉會肩負促進家鄉發展、服務會員鄉親的使命，深化澳江兩地及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交流合作，增強年輕一代家國情懷，協助特區政府施政，為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貢獻力量。同鄉會首席常務副會長劉家裕表示，通過深化兩地在旅遊、文化、科技等領域的合作，實現優勢互補，推動產業升級，共創經濟繁榮。未來將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兩地交流，為大灣區注入新活力。理事長夏俊英表示，將積極促進江澳兩地在經濟、文化等不同領域交流，為灣區建設添磚加瓦。儀式後舉行江澳新春交流會，江門市政協黨組書記、主席張磊於會上介紹江門取得的重大發展成就，並舉行合作項目簽約儀式，為江澳兩地協同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。